将于6月17日、18日、19日晚在上海天禅逸夫舞台现演《桑园祭子·秦琼卖马双师徒》。本次演出已列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和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中华戏曲名家名段音视频工程，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王佩瑜余脉相传，传统古字老戏展演第2季将于6月17日、18日、19日晚在上海天禅逸夫舞台现演《桑园祭子·秦琼卖马双师徒》。本次演出已列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和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中华戏曲名家名段音视频工程。
不在家等你回来。四妹，恭喜你啦！阿尼姑，我离家绣花已经1年，家里都很你了。如今四妹回来，我该回家了。怎么，师兄你要走了？你不在家，我已请过满4酒了，只等你回来，似乎有人照看，我便要动身回家去了。阿尼姑，离家1年3年多，从来连他真功夫，弟弟爱你贴心多，年月经你老实苦，有师兄挂着宝贝看英妹，他家光荣家真多，皆是美，情同手作后台我，一日两内今朝过，恭喜你好花已在宝盆，再两台宝里来讨。四妹，再过几天便是你的大喜佳节，舅阿哥送不起好东西，那这朵紫花略表心意。哎呀，多谢师兄。哎，天色不早，我要走了。阿尼姑，那这里这是什么？你打开看呐。啊，又这么做了一双信啊！多谢四妹。哎，让我先穿上试试，快阿姐阿姐妈，阿尼姑，早上啊是与过去这一种的不一样，啥要穿它，显得衣傲一件。哪一件？阿尼姑，在你家门衣衫美为我就地里头心的体贴，从今兄妹2分雨，隔山隔水难相见，伯母年迈也有情，虽然与你做真仙，师兄你为家须趁早扬眉把事情，上一个多情同你言着女，过去少
道这一天要等到5年5月年，师兄终于说了，受你愈好，必能早早出了心啊，是一个好嫂嫂。好好好，师妹说的是理，我依你便是。女公，他们这是做什么？人情人义，朝中出了奸人，到处胡杀作孽。哎，天下又要大乱了，你快回家去吧，在家要多加小心啊！哎。
明月啊明月，你好糊涂耶！既然因你与孤君，今世不久怎为人？终了若难留小事，告白托孤几多情，爸爸呀！几人飞泪空心碎。待明早九点里与你80年谁？女儿，你到哪里去？咱女儿明月姑娘今天办喜日，你这个做叔叔的，还不快去帮忙？我看你呀，又做婶婶，又做红娘，哼，太辛苦了。你这算什么话？大伯从小把你抚养成人，你我成亲之时，还为我们欠下一大笔债。如今轮到咱女儿办喜日，你反倒把日不过，真没良心！哼，妇道人家，你懂些什么？哎，我劝你呀，今天他那里还是不去的好啊。他等弟弟也有错，为我还不为家做，昨日花轿到门前，宝宝交错，随着师妹，你姑，你师傅为你拆担东西，路过我家，我把担子牵挑回来了，师傅随后就到。哎呀，师妹，这是明月，明月，弟弟，弟弟，明月，弟弟，你怎么到这么走才回来呀？明月，弟弟知道你等急了，不要急，来得及，来得及。弟弟，女儿已经有旨，要与弟弟商量。大伯，大伯，来了。啊！哎呀，大伯，你快来拖啊！你看，弟弟，明月怎么睡了？有阿玉干什么？把他送上当担去。哎，快去！季老爷，大伯，这是辛苦叶家的季老爷。亲家路上辛苦了，我里请。安哥，今夜与我共过，把欧当的朝廷钦办小孽种叫出来。爷，我都被弄糊涂了。今夜我们这里面正在办喜日，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今夜这铁匠铺中只有我与女儿2口人，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呵呵，是，哎，弟妹，为人不足亏心事，不怕帮牙鬼敲门，他不行，让他们死。
怎么与？你们与不行？是。一个非正出家的王花闺女，哪里来的孩子？你自己命令离家，原是抚养菊花。好啊，菊花许出私生子来了。呸！奸夫是谁？他保命身亡了。保命身亡，谁可作证？谁可作证？我可作证。你是什么人？我叫阿女。阿女，你知道些什么？师父，我什么都知道。你管担保？我管担保。你用什么来担保？我就用我家当家族一个人来担保。来呀，将他逮罪，严加问问，再有虚假，一同治罪。是。阿女，来呀，把轿子带回去，立旦将我挑回去。戚老爷，戚家，你，呸！弟弟，啊，弟弟，你听我说呀，弟弟，
四妹是亲不离，是我阿女没把儿子葬好，连累你们哩。师父，都怪我阿女不好。
二叔公。哼，谁是你的二叔公？为了你，我挨了打，又干了立正之责。你这个害人的亚种！说什么人？啊！你尽管进贼！小杂种，我饶不了你们，等着捆吧！宝儿，你回来啦！你看你衣服湿透了，牙齿也弄脏了，这脸上污一道紫一道的，你在梦馆中是怎么做事的？妈妈，我不要这事了，不许这么说话。一定是你不用功，和别人顽皮撒我。谁是我不用功？谁是我顽皮撒我？那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我，喏，他是真是假手。你怎么哭了？宝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还不快快讲嘞！妈妈，好比言归为云，无根筋，特是比肩亲弟弟。跟妈妈儿的祖宗姓什么？跟妈妈儿的弟弟在哪里？他问我，我问谁？我比宝儿心更急，只盼夜梦开熟人，苦等8年无消息，殷勤要向宝儿讲。他哥俩女儿在屋去，我还是拿出经书讲故事，讲了故事这地宝儿，来，妈妈请你讲一个经书的故事。我不要听，我不要听，这经书是什么呀？讲啊！这经书是亚暖人送的臭东西你给我再说一句，人家都是这样说的。别人思想已空人，宝儿愿我才心啊！见妈妈如清晨，看看花红泪淋漓，夸夸堂前祈求情。妈妈，妈妈，我不是你的妈妈，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妈妈。不该胡言乱语伤娘心。
门外是谁呀？四妹，阿尼哥，你又来？这人啊，叔叔，叔叔来了。叔叔，你挑的是啥东西？送上一袋。叔叔真好。好什么？当天叮当响，穷得响叮当。喏，老公兵啊，真香！妈妈，我去烤烤年，今天吃啊，宝儿，宝儿。四妹，阿尼哥。你又来了，四妹，有件事心里长了8年了，真比隔着块霜的老天还难受。什么事？说吧。要是我讲错了，你可不要笑我啊！我不想你。四妹，我把儿子带来了。阿尼姑，你这是何意？四妹，你丈夫啊两家亲，四妹做父老记心。为我不听妹
明月开门，明月快开门！谁？是我。哎呀，快开门呀！是二岁。二岁，明月，不好了，出什么事了？你儿子什么？哎，这个杀千刀的，他请阿姨此时保护着你，别扯着官府，将他抓去从军，到苦院去了。啊！阿姨不！哎呀，明月！明月，你就快到城去吧。那个上天黑的东西，得了一笔银子，又叫你怎么卖金鸡哟？天哪！明月，快带宝儿到城去吧。叫不出人来，那只好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唉，是谁坠入了风声，放他到罪地？是我啊！你害死了大伯，又将你亲生女儿卖进厂门，天理难容。你为了我的大子扶起来，将你也卖了。快救人呐！快救人呐！
面可有人吗？你可是这家主人？哎，真是。哦，我叫柳儿。当年你家那位姑娘呢？姑娘啊，在那风雨夜中，这姑娘正在门前收养了一个婴儿。啊，这婴儿乃是我刘家之儿。你们是？当年我家老爷被奸人陷害，如今月月平反，国富一品，我们是专程来迎接少公子为夫娶的。啊！哎呀，老爷夫人，我刘儿等着你们好苦啊！快快请起，有话慢慢讲来。哎呀，老爷夫人，那一年我这女儿求为你家少公子，被恶人发现，灭告官府。我这女儿抱着少公子四次逃奔，可怜我阿姑被官兵打得吐血身亡，我儿妻被别人家丧生了。你们一家被我孩儿牵连苦了。到了少公子8岁那年，富春江上山洪爆发，我这女儿你家少公子不幸双双落水，被大浪卷走。你还怎讲？葬身水底了。我那苦命的这女儿。刘恩公，难为你一家为我儿所累，下官待我儿像恩公一般。不管老爷，我刘儿为报忠良之儿，虽家破人亡，绝无怨言。刘恩公，下官愿要你一同上京，在后定算报举于你，不知恩公可愿同往？多谢老爷夫人。四太讨口水喝喝。施主稍等。谢谢四太。阿弥陀佛。牛大人不服拜子，堂上堂下，院内院外，小心伺候，否则也无。大元
常员公今曾开口去世，老夫受命自考，历届人才，因蒙王长洪之请的，恭喜了。两生此番称为姐弟，金榜题名，全当刘大人教恩。哈哈哈哈哈！言气。言气年少若欲芳，才华横也气宇行。若比成长尽思弱，朝中喜得一栋梁。蒙恩是他故乡，自己也不路漫长，鸳鸯先辈报国子，在即安慰记心房。这个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这位大人怎么好像是他？莫非他改名换姓，得中功名？恩公何事？老爷，王大人、张大人在下死亡不见。知道了。啊，言妻，你吃后蛋稍熟，陈言哪里？老爷，此后牛大人去往后堂，请老夫人陪老夫暂备贵客。是牛大人，请恩子一声高退。拜见老夫人。上员公免礼。年边这位上员啊，自在相思条房，他与老爷年少时英勇相貌一不样，老夫人两眼侧人将我放，看得我连梦心跳安静望。我本是被人唾骂的私生子，明日令他先人不忘，为求功名进考场，我改名换姓，谎报家乡。莫非他曾称我是冒名声？他是他如此朴然要找我家。上员公启用他。老夫人请。上员公今年贵庚多少？虚度年华，18岁，18岁。
知张员公病娘可好？假日何方？老夫人。老夫人，你张员公，当年我家小儿郎乃总算是在异乡。倘能长到18岁，定与你一样聪明，一样英俊，一样清明。的金榜怪我小儿发自心。原来如此，老夫人，哦是喏，老爷子小弟他，果然是冤家小六宝，如今他改名换姓，谎报家门，做了罪名闯冤，这便是何事？好，张员公意下是何？也曾多谋老夫人的爱，此恩此德，永记心怀。是说来，张员公是已圆了。老夫人欢迎大日，也曾不过往年，还是先为嫁娶，叮咛母亲。张员公真是个有才有德的小子。是啊，婚姻大事理当听从父母之命。你母亲言在何方？母亲今日在大清山下自作安坐。大清山下自作安？是他。今日解放之中，可有惊人大地开阔的消息？报单已经张贴了，那上面可有我宝儿的名字？我已仔细看过3遍。哎呀，还是有个300多，谁我怎么向他爹娘交代呀？不，我得趁早去找他回来。他果然在这里。呵呵。
陈爷，小姐的婚事只等常远国为子作爱，定命他夫人，便可择定佳节。明日4次亲访，绣花能收，冠绣家商，办得伺候了。老夫人一切都已办妥，请老夫人到西楼亲自过目，一个个都是手里朝廷，就像那天堂之女下凡一般。夸口。小
补品。哎呀，这是我受当不起。老夫人也提醒你，大圣不必退让。老夫人还要你长女辅助你。多蒙夫人一片好意，可惜还要去寻找我那进京赴考的孩子，不能在此久留。呀，这倒巧了，我家老爷乃是自考大人，大圣要问上京赴考的公子，就老爷一查名册，便可知道了。你家老爷？大圣放心，我家老爷是个保护忠良，老夫人是个菩萨心肠，待我们可好了。你看我家小姐3日女，可比亲生女儿还要亲你。小姐原来并非老夫人所生，老夫人的亲生孩子从小就断了了。恰是为何？18年前，老爷夫人被奸人陷害，亡命途中只得将刚满月的小公子丢在那父亲江旁。老爷复婚之后，争取当地人民公子，可惜他早就不在了。莫非就是他？大圣，你是什么？大圣，我看你好像还有什么心事。陈叶姑娘，老夫人待我人好，无以报答，我想送她一副绣架。这副绣架乃是我花了18年心血绣成的。那好啊，你快点起来，我去请老夫人。想不到他没有被烧死，反倒进了相府，这下完了。这便是我是好，这，此间有他们我，有我们他。人到自己送上来了。哎呀，女饶了我吧。我这里有金8银与你对半分了。少啰嗦，我且问你，明月母子被你逼到哪里去了？他们在相府之中。那好，前面带路。嘿。看你往哪里走！
恩人，孩子是在叫你，不叫你母亲，娘，恩人，主人，我儿夸夸当当请吧。母亲，总以为今生再难相见，谁知是何去不来，系统天降啊！是啊，今日乃是山西临门，已当合府同去。哈哈哈哈哈哈哈！老爷、夫人、宝儿，恭喜你们一家过着团聚，鸿福无边。18年来，也在我心上的千斤石头，总算放下了。如今我身体已经复原，我该走了。母亲，你说什么？宝儿，我要回去了。哎呀，恩人，这怎么是的？恩人，从今之后，你我即是同亲姐妹一般，同在府中共享天伦之乐。夫人美意，我心领了。恩人，母亲，宝儿，你可记得杨柳村边还有我爹爹的坟墓？我已于10年必须上坟了。还有我那可怜的女姑，也不是他自己生来无法。好宝儿，你就把我走了吧，恩人，母亲。娘你
人请。禀太夫人，有人送来一件东西。是你？他已走了。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光影流声，让我们一起循着印刻在胶片上的斑斓影像，去找寻那份永恒的感动。在今天继续咱们的三国话题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脍炙人口的宋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